企業融資冇難度，萬能 Key 助你快速獲批貸款，解決資金轉難題。中小企業貸款難，萬能 Key 助你輕鬆融資。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下，資金轉是影響中小企成長的關鍵因素。無論是擴充業務、購買設備、營運開支，還是應對突發財務需求，資金不足都可能令業務發展受阻。萬能 Key 提供靈活的企業貸款方案，助你輕鬆獲批資金，提升業務競爭力。萬能 Key 企業貸款的優勢：即批即放，最快24小時內獲批，當天放款。高額貸款，最高可貸 HK 500萬美元，滿足企業資金需求。靈活還款計劃，最長可達36個月，減輕財務壓力，無需抵押，只需提供財務文件即可申請。透明條款，零隱藏費用，貸款過程清晰明確。不論是創業資金、商業周轉，還是市場拓展，我們都能提供合適的貸款方案。企業貸款申請流程：申請流程簡單，最快24小時內放款。填寫申請表，提交財務文件，審批與評估批核與簽約，最快即日放款。申請所需文件：香港商業登記證、最近6個月銀行帳戶記錄、公司財務報表、股東及董事身份證明。提升貸款成功率的3大秘訣：保持良好的財務記錄，穩定收入，準時還款。提高審批成功率，合理選擇貸款額度，避免貸款過多導致財務壓力。按時還款，提高信用評級良好的還款記錄，有助未來貸款更容易獲批。常見問題解答 FAQ： 1. 企業貸款需要抵押嗎？不需要，萬能 Key 提供無抵押貸款，只需提交基本財務文件即可申請。2. 貸款最少及最高金額是多少？貸款額度 HK 5萬美元、HK 500萬美元，具體視乎企業的財務狀況及需求。3. 貸款會影響公司信用評級嗎？不會，只要按時還款，還能幫助公司提升信用評級，未來更容易獲批貸款。4. 萬能 Key 的貸款條款是否透明？是的，我們提供清晰條款，零隱藏費用，所有貸款費用均會事先說明。5. 可以提前還款嗎？可以，我們的貸款支持彈性還款，提前還款無需支付額外費用。聯繫我們，需要資金轉，立即聯絡我們，專業顧問為你度身訂製最佳貸款方案。電話316-37742， WhatsApp 636-58952，立即申請，最快當天獲批。